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初7，旧历的7月20，礼拜一。24节气今仔日来到白露，等一下咱有节气相关的报道。先来看，都敢若有着要来创造这个世界纪录，煞来造成着严重的空气污染。 农历的7月，苗栗的通霄镇公所甲民间的宗教团体联合来办合会，因伫通霄的海水浴场烧10万个金刚宝塔，讲这个是破纪录的数量。结果这个火势伤大咯，烧到安尼浓烟散雾，蓬蓬影四界线四界飞。环保局认定这违反着空气污染法，罚款10万块。 通霄的镇长嘛，赶紧出面来道歉，讲愿意来接受着处分，明年嘛袂过来举办咯。苗栗通霄海水浴场举办祈福法会，法会人员烧号称创造世界纪录的10万英奖金光宝塔，火有够严，半暝嘛拢看甲正清楚。 法会人员哪烧宝塔，哪上景，火一直烧，现场拢是乌烟，也有一寡火呼一直飞。更加含的是烧宝塔的所在，真瓦风力发电厂。民众烦恼讲，安尼发电厂敢无危险？而且宝塔烧2天2暝，到日时火拢还伫烧。按现行空污法规定是露天燃烧行为的处罚1200元到10万元。 烧起宝塔内有金纸、银纸、记号的祝祷文、要面线、中药包等等。 这物件火拢甲烧了了，环保局认定讲安尼污染空气，违反空污法，会通知行为人要开罚单。这类活动是民间团体举办的，想要到通霄镇公所嘛挂名合办。先向社会大众及县府长官致以歉意哈。最后烟供的阶段哈，做了一些对于环境部分造成了一些伤害，这部分呢我们予以改进。 镇长讲做法会是想要祈求平安，强调讲烧宝塔时有请相对台面避免有火灾，严格无考虑到烧宝塔时会影响空气品质。除了会室的接受处分以外，嘛讲明年袂搁办啊。